讲到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到金华城案件，北检今日又搁传真侪人来问话，也包括交保的前台北市督法局长黄景波，也搁应晓秘的助理吴顺民。另外，媒体人区比方今日出面指控郭文哲不改性资料，搁再提出这对话内容，解说代志发生的过程。被他蒙在鼓里的人，或者是提出手机对话这段内容写人名上巧、上水、上少年，团结信息人是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加一位金华城用职案，要提起压警件，佮引出2021年10月初5一场内部会议，疑似春手卡媒体人区比方，事后佮传信息要请伊做国安会副秘书长，区比方10日出面证实。当着他的面，我就说，柯主席这样子在新闻部的会议室对我摸我的手，对我进行性骚扰，我们都给了他具体的时间、空间，给他道歉。他道歉就好了。对他必须要珍惜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得珍惜。那个是蛮惊讶的，但是觉得可能是开玩笑，所以第二次的时候，他前后手臂大家都抓起来抚摸了。区比方强调，要用实际行动纠正歧视甲霸凌，也评估是毋是激发郭文哲性骚扰。民众党回应支持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诉，绝对支持曲美凤依法提出申诉，但同时也要强调，相关的指控应该给双方各自陈述表达意见的机会。金华城用职案，北检10日传唤真侪人，包含前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长袁秀惠，另传媒董事长是违反作证，调查清楚金华城梁志伦提关涉法性。袁秀惠先后伫重大请回，前台北市秘书长陈志平因为过去捌做过都委会副主委，也到庭作证，并对镜头无爱提讲。由台北市议员应晓培助理吴顺民，前台北市督法局长黄景波，进前500万交保也被检方移送复审，并承认当下集侦测庭记者综合报道。